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11月4號啊！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哇！呢單嘢都幾爆喎，又係東張西望啦。東張西望爆料咧，揭發走私魚生添嚇，攻陷2間壽司店啊！而且咧呢個咧似乎係咪影射壽司郎呢？網民話：喂，壽司郎咪變咗走私郎？喂，咁呢單嘢咧羅生門啊，因為點解壽司郎出嚟咧火速否認啊，咁啊寫咗啲理據咁樣啦。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喂，走私魚生可大可小喎，而且係咁出名嘅壽司郎添。咁你到底信邊一個咧？咁嗱，如果邊個造假，邊個係吹水嘅話咧，其實都大鑊㗎。嗱，如果 TVB 屈壽司郎或者壽司郎，喂真係走私，咁點搞咧？係嘛？喂，咁不如去片啦，睇下報道下呢單嘢，同埋咧討論下個情況嘅嚴重性啦。去片。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咁啊，首先係引述翻媒體報道啦，新假期同埋高 trip 啊，兩篇都係一樣嘅，都係講呢件事嚇。因為嗰個鋪排全部係一樣啊！咁啊，東張西望咧，啱啱就播出咗1小時嘅加長猛料版啊！咁啊，揭發咧中港兩地嗰個走私魚生集團啦。咁啊，講緊咧係走私啲刺身過關添啊，完全冇監管啊，更加懷疑係涉及到本港大型連鎖壽司店啊！咁啊，東張西望咧就話咧個攝製隊經過多個月追蹤調查添，走訪中港兩地，直擊整個走私過程。黑心食物咧來歷不明，卻攻陷咧各大街市商鋪，港人咧隨時禍從口入啊！即係有啲人又話影射係壽司郎，但係咧其實唔止喎。如果各大嘅商鋪同埋街市，咁啊第日大家咪唔敢再食。原來預製菜都唔止啦，因為嗰啲係咩啊？魚生嚟個大佬，會好多菌噶喎。東張西望咧喺今年5月咧，其實都曾經接獲過匿名嘅舉報啊。當時咧就展開深入嘅偵查啦。攝製隊咧就根據咧報料者提供多條影片啦，直擊咧落馬洲，咁啊大批長者婆婆充當呢啲水貨兵進行交收咁樣嘅。咁而攝製隊咧咁於即係某日嘅早上7點半到落馬洲香港入境大堂嗰度咧守候監察啦。結果咧就發現咧婆婆同埋啲水貨客出現喎，咁佢哋咧非常純熟咁樣咧就交收貨品，所有貨品上面咧寫住咧斑點龜咁呢個字眼啦，咁一行多人咧就喺關口嗰度咧收咗一箱箱嘅貨品，咁10幾名水貨客咧就利用的士作為運貨工具，的士用哇！將一箱箱嘅貨物咧塞爆的士車廂，咁唔少司機咧就被逼當呢個貨車咁樣咧就接載，咁無奈地咧亦都大吐苦水。咁據了解咧，部分走私食材咧更加懷疑咧供應俾香港咧有一間大型嘅連鎖壽司店喎。東張西望咧 to be fair 咧，佢就冇咧講出個名出嚟嘅，但係咧後面好多咧人網民好等等即係啲雜誌包括依家頭先講緊嗰個高 trip 同埋新假期同埋影片入邊嗰個招紙咧，都知道咧，都見到咧係壽司郎噶。事件咧暴露咗食物安全出現咗嚴重嘅漏洞啊！喺呢度我講一講記得之前咧即係有一個即係講緊聚福樓嗰個老闆咧好似出嚟有講黃仁傑係啊，黃仁傑咧都話咧有一啲店咧即係走私食物問題咁佢哋又要經過安全諸如此類咁樣講啦，即係話呢啲咧好唔公平喎。咁係咪即係講緊呢單咧咁樣？攝製隊咧繼續跟蹤發現啦，水貨客咧公然喺粉嶺嘅鳳營仙館附近嘅停車場咧作為呢個收貨嘅大本營喎。全程咧拍攝到蛇頭同埋水貨客穿梭的士輪流咁樣咧就落貨，收貨同埋拆卸過程啦。話講嗰個黑心嘅走私食物咧，其實係來歷嘅不明噶噃。交貨地點咧更加遍佈港九新界添，攻陷咧各大街市同埋商鋪。喂，其實呢單嘢咧，如果係真嘅，首先咧我要從幾層去分啦。首先東張西望有冇係
即係令到壽司郎係咪話明係壽司郎定係屈佢先？第二咧，呢單咁樣嘅水貨係咪真嘅？嗱，如果水貨係真，又係咪壽司郎係嘛？如果係真，就算唔係壽司郎，都大鑊噶噃。如果全香港九龍新界街市好多咁嘅店，咁啊真係大鑊啦！啊，另外一個大鑊就係咧，喂，咁有啲唔係走私嗰啲，人哋都唔知你係咪走私，咁點搞呢？依家香港飲食業已經係咁艱難嘅情況底下呢，仲搞啲咁嘅嘢啦，係嘛？咁啊，當然啦，有啲人係話，東張西望唱衰係嘛咁樣。咁啊，即係有時我哋都好唔中意呢啲咩唱唔唱衰啦。咁如果人哋調查係真嘅，咁啊就應該嘅喎嚇，作為記者係嘛？但係如果唔係真嘅，咁啊另一單大醜聞喎，所以我話兩邊咧羅生門，邊邊咧係假嘅大話嘅，其實都大件事嘅呢單嘢。話晒，喂，東張西望 TVB 喎，係嘛？嗱，東張西望攝製隊咧經過多個月來嘅調查啦，咁啊即係文章咁講啦嚇，咁啊走訪咧中港兩地，直擊多個走私嘅魚生過程，一一大披露啊！咁啊走私客咧由內地偷運魚生。咁啊，入境過程成個刺身過關，個過程完全冇監管。有人舉報咧，水貨客從大陸走私大量嘅食材嚟香港，供應俾本地嘅連鎖壽司店。咁啊，佢話咧，嗱頭先講咗啦，佢5月有人舉報之後，其實佢就即係調查咗幾個月。咁啊，最後咧，佢成個過程咧就影到咁樣。咁啊，喺內地取貨嚟到香港咧，交收走私貨咁樣，全部咧。佢記者拍攝晒添嘅。事件呢曝光之後啊，有網民呢就猜測啦，係連鎖壽司店呢應該疑似係暗示係指壽司郎啊。留言呢，壽司郎唔通真係變咗走私郎係嘛？唔好嚇我等等呢啲咁嘅留言啊。咁啊，更加有前員工喺網上咧就回應表示困惑添。喂，我以前喺收刺身貨嘅時候都知道係日本嘢嚟嘅，係總公司同日本訂貨之後咧再運落嚟香港，再分翻去唔同嘅分店嘅。本地嘢應該係菜，即係淨係菜係喺本地嘅。咁啊，該名嘅前員工嘅補充。不過咧，我都離職咗差唔多3個月啦，可能改咗貨源都唔出奇。反映咧業界對食材嘅來源關注啊，網民咧普遍對食物安全咧表示咧擔憂添嘅。咁啊，質疑咧監管制度係咪存咗漏洞咧？嗱，咁啊睇翻咧壽司郎佢個回覆啊嚇，東張西望喺播出11月3號之後咧，壽司郎火出呢個聲明澄清啦，並指責有關咧東張西望嘅報導失實添。咁啊，佢講咩咧？嗱，關於 TVB 東張西望於週1 11月3號針對有水貨客利用香港壽司郎摒棄之法寶膠箱進行非法嘅刺身走私。咁啊，報道咧內容不盡不實，而且咧憑單方面嘅資訊，咁並沒有事實嘅根據啦，作出猜測性嘅報導啊！並且咧影射同埋間接咧誹謗本公司使用走私食材，直接誤導公眾，同埋咧嚴重影響咧本公司嘅聲譽啊！更加咧引起咧廣大市民不必要嘅疑慮咁樣。香港嘅壽司郎咧對有關嘅媒體報導嘅虛假嘅報導咧表示強烈嘅抗議，並將採取法律行動啊！咁香港壽司郎咧重申所有食物咧就均嚴格按照香港政府嘅食物安全中心嘅有關指引去進行嘅，並執行咧出品嘅品質管控措施。咁確保所有食物同埋食具咧均符合衛生標準啦。有關咧廢棄法寶箱嘅即係嗰啲遭非法使用嘅相片，香港壽司郎咧極度關注，並咧已早前向 TVB 東張西望澄清有關事宜啊。嗱，佢哋講咧有幾點啊。佢話首先咧佢哋咧個食材均經指定專業嘅物流公司運送到每間分店，咁即係唔係嗰啲阿婆成嗰啲搭的士咁搞笑啦。本公司咧接獲查詢後咧，已作出深入嘅調查，經過咧物流公司嘅確認，照片中咧嘅人咧唔係本公司或者係物流公司嘅職員噶。咁照片中嘅人咧懷疑未經同意下咧就執咗壽司郎嗰啲廢棄發泡膠箱作其他用途。喂，嗱，呢個咧真係可大可小。到底咧係人哋咧
真係攞咗嗰啲咧再用啦，係運作其他嘅運輸啊，定係有人別有用心咧攞啲箱咧嚟到嫁禍咧嚇，或者製造新聞咧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就希望唔好咁黐線啦，係嘛？即係可能咧，如果你話喂執佢嚟真係用作其他嘅，咁都大鑊㗎，因為你如果咁大批量咧運去唔同嘅食店，大家都唔知食咗啲咩嘢喎。啊，最好即係如果你有食呢啲，真係都去 check 腸啊，check 胃啊，有冇嗰啲咩沙門氏菌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嗱，相關嘅商品咧，斑點龜咧已經進行完全嘅所有嘅清關手續同埋檢驗啦，係咪？即係第三點啦。第四點就係咧，本公司已於月前啊提醒員工，咁啊對於處理呢個有關餐廳廢棄之垃圾咧，要加倍小心啊，以免咧引起不必要嘅誤會同埋公眾疑慮。咁香港壽司郎咧將會繼續堅守日本第一回轉壽司嗰個品牌形象，所以佢都係會嚴格執行出品嘅嗰種品質管控嘅措施，確保咧所有食物同埋食具咧都符合衛生標準，都係頭先嗰啲啦。咁啊，為客戶帶來經驗啊、快樂經驗啊呢啲，咁啊我唔講啦。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呢單嘢咧係羅生門嚟嘅喎。咁到底大家你係信東張西望多啲啦，定係信壽司郎多啲啦？但係咧，起碼有一樣啦，除非佢鋪排去屈嘅啫嚇，即係做戲咁拍，唔會嘅我估計。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咁樣走私，而係送去各個街市同食店咧，咁呢單嘢都幾大鑊㗎喎。咁喂，其實返大陸就算不想消費，你都唔會返去食魚生係嘛？有冇人返去食魚生嘅？你話我聽啊，真係啊。咁啊你哇，咁如果你唔返去食，你喺香港食都咁樣走私過嚟嘅，咁呢單嘢真係大劑啊！預計咧呢單嘢咧，之前你記唔記得有爭鮮嗰單嘢啊？嗱，依家呢單嘢唔知係咪香港人又好快又唔記得㗎啦，咁樣係嘛？啊爭鮮唔知依家可能唔記得又再去幫襯都唔定，嗱好難講啊呢啲嘢。咁有人信有人唔信嘅都冇所謂，但係始終都係會受到影響嘅啲生意係嘛？咁啊，即係壽司郎咧，我就都去食嘅，都中意食嘅。但係咧，依家咁啊，真係再睇多幾日先，睇下佢哋兩方面嗰個事態會唔會有。其實點解東張西望係咪應該去訪問壽司郎咧？調查咗幾個月，你係咪都可以訪問下佢，就等佢傾下咁樣咧？而調查咗幾個月，你竟然唔訪問壽司郎，咁即係點樣啊？係嘛？點解唔訪問？係刻意唔訪問啦？定係點咧？係嘛？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都討論嘅，或者懷疑或者成啦，係嘛？咁啊，大家有咩睇法咧？不妨喺下低留言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join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